阿婆，好久不见。阿婆，很久冇看到。阿婆，很久冇看到。我最近都在照顾先生。我很久都伫在照顾我老姑。他上次撞到脚都没说，佢上擺撞到腳，卻冇講。前幾天才來找主任。前幾日長來簽主任。要請阿伯好好休息。請阿爸要好好休息。才會復原得比較快。恢復長下腳。他比較固執，佢硬頸，都覺得自己身體康復得很快。去到自己身體當家就好完全呢。阿伯最近心情很好哦。阿伯最近心情都好哦。上次聽他說，俊宏要結婚了。上擺同佢講，俊輝要結婚咧。沒錯，終於等到這一天。冇錯，兩日總算不挨到訂到咧。太好了，恭喜！很好哦，恭喜！很好哦，恭喜！謝謝哦。什麼？另外有件事想請教。那我有件事想請教。我在家裡整理一下。我老婆下整理一下。這些都是家裡剩下的藥。你都全係屋下存到嘅藥啊！請問要送到哪裡回收啊？請問要送到哪位去回收？阿婆，您家中有沒有夾鏈袋？阿婆，我屋下冇夾鏈袋係麼？先把牌裝的藥一個一個撥出來，先到入派裝訂嘅藥啊，一隻拔出來，連同散裝的藥全部裝進夾鏈袋。撈連散裝嘅藥啊，全部裝落夾鏈袋。包括藥水也可以倒進去。含口藥水也做得倒落去。藥水也要倒進去哦。藥水也要灑落去哦。您不用擔心，你唔使笑。可以在夾鏈袋裡放置家裡用過的擦手紙。做得對夾鏈袋底背用到屋下用過嘅搓手紙。或是泡過的茶葉，或是咖啡渣，吸住藥水。或者係泡過嘅茶米，冇事加鼻泡來吸藥水。要記得牌裝藥的塑膠殼不可以進去。我記得入派裝藥嘅塑膠殼就唔得放落去。全部的藥都要剝掉包裝。全部嘅藥嘅包裝都要白貼。放進夾鏈袋，放落夾鏈袋度。那這個夾鏈袋兩隻夾鏈袋要丟到哪裡呢？我挑到哪位去呢？可以交給垃圾車回收，做焚化處理。做得交本垃圾車回收，那係燒體安樣來處理。
做得9本垃圾車回收，那是少體安樣來處理。阿婆，請問還有什麼問題嗎？阿婆，請問還有乜嘅問題嗎？阿婆，請問還有乜嘅問題嗎？这样子啊，我就知道怎么做药品回收了。安樣，我就點樣辦做藥品回收咧？安樣，我就點樣辦做藥品回收咧？回家後，如果有哪裡不清楚，轉覆下咧，係講有哪位唔清楚。轉覆下咧，係講有哪位唔清楚。記得要再打電話詢問哦。我記得這個打電話來詢問哦。我記得這個打電話來詢問哦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什麼嘢？好，什麼嘢？